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用感谢的心进入神的圣殿，我们当用赞美入他的圣所。我们要赞美他，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是我们跟神一个接触点非常好的时间，神预定的日子，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赞美他。这个时候，我们用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告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主，我跟你走，不论我经历了什么死荫幽谷，我们要紧紧抓住神。我们相信神是在我们心中是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我们的光，我们要跟着他走。我们一起来唱：主，我跟你走。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死荫幽谷紧紧跟你走。主，你跟我走，星星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说着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下雨深植在我心。因你是万王之王，我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能战胜死亡。神君王，这星星的路永远不回头。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我的眼，开启我的眼，星星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锁着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
将荣耀归给神。这个信心是让我们心得着平安，这个信心我们永远不回头。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是真正的平安。当你的心灵得到释放，当你的心灵得到平安，得到力气，得到强壮，得到热情。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我们再一次小声来唱。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主耶稣是你的避风港，是我们的避风港，因为他给你平安是源源永流不断的。耶稣给你平安，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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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你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懂去珍惜主你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因为主你给我们平安是得胜的生命。我们会经历很多事情，但是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避风港，你是会让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来面对一切的问题，一切我们所遭遇的。因为神你要让我们强壮，所以你让我们生命是有活泼的生命，我们生命就充满着活力的生命。主又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要让我们
刻在我们内心，常常记住，主啊，你是多么的爱我们的。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主啊，你都是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因那个泉源是不断的涌跃出，让我们心中得着力量，像火在烧一样，让我们得着这个得胜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是很绽放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特别为着孩子们这2天的考试，主啊，加给他们的力量。不管考试怎么样，主，我们相信你是跟他们同行同在的。他们将用他们这3年所学的这种学习的成绩，他们所学习这样的功效，来专注在他们的考试上。求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真的很专注在这个考试上，得蒙主你喜悦，用心在做，而不是心里慌乱着。神，你能安定他们的心，专注。等他们考完试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主你是多么爱他们，让他们感谢神与他同在是多么的喜乐。也愿他们考完试之后，能够在教会做很好的事工，来影响到其他的同学，也能够带更多的同学到你面前来服侍你，来敬拜你，认识你。当他们的生命，可能有些人他们生命是着迷的，是失落的，但透过信仰，透过主耶稣，你给他们是生命是得着力量的。我们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生命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好，我们一起起立哈，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认识、了解我们大桥教会的消息。牧师在这边来做简单的报告。那我们在这个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
那我们预备心不仅关心玉山神学院传道人的装备、传道人的预备的工作，在原住民朋友身上我们下个主日是我们安排郭明富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那郭明富传道他本身是做这个长期宣教，也就是他去到土耳其，他举家他跟牧师一样也是4个孩子但是他们全家他放弃的是台湾他原本一个固定的工作，可是他全家举家去做宣教土耳其的工作。那牧师非常期盼能够邀请他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在他的心智上，他们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然后奉献在长期的宣教，特别是在土耳其，完全跟我们的文化、语言背景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既然愿意这样子来付出，所以我相信他们在跟神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啦那期盼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做关心代祷跟奉献。那我们今天跟昨天也是3位同学他们的考试会考那我们继续为他们持守望代祷。待会我们慧君姐也是礼拜后就要再赶过去了那感谢主，他抽空还过来听讲道是这样。好，所以今天牧师呢我们牧师会坐这边比较近，比较不会有太过于自私可以可以。他那个我们同工刚刚我有跟他提到，只是说那个 PPT 我要稍微看得到这样子。承恩这边是可以的吗？可以啦好，那录影机是在那边好，那我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也就是在我们圣灵如何帮助一间教会得到一个健康的发展的重要性那我们要晓得，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都在教会。那教会不管是侍奉不管是去到哪一间教会，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之前都必须要去各个教派，然后去观摩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到底观摩什么？那不就是神的教会吗？那观摩的目的是什么？那后来我自己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实我那时候包含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想，教会既然都是属神的，其实就没有什么差别，不管是什么样态的侍奉形式，都没有所谓任何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我会想要去体会的是，当我进到这个教会里面，这间教会会不会因为主的道、主的真理、主的福音，或者是主的圣灵，有没有带出这间教会的韵味？所以这个是值得去讨论的问题。所以教会更新我觉得教会更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很多人都会去想说，怎么样从制度去改变或者从牧师换了一个牧师，看会不会又不一样看这个牧师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来带动我们的教会带来更新。但实质上，我觉得我们更深去体会到，其实教会真正的更新应该是圣灵的运动。也就是说，如果教会信徒不管在侍奉或者是亲近神、领受真理，没有去 touch 到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那么那一间教会，即便它有再好的硬体、再好的内容、再好的侍奉、再好的人的情感，那都是属人，那都不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其实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面，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教会有一些迷思，譬如说看到一间教会的成长、进步、复兴，然后就会去想说那一间教会它怎么用的，然后就会想说我也要去模仿它，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教会的本质面，也就是每一个信徒，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侍奉神是为了侍奉而侍奉，还是为了因为神呼召了我、拣选了我，而我愿意领受到这个丰富的真理？那个嘉欣，你可以一起坐到前面来，一起坐到前面来，因为我们人不多啦，但是坐在一起，其实大家彼此是有温暖的也比较轻松一点好，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圣灵
到底圣灵是怎么样更新我们的生命跟教会？好，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探讨的是，教会它是如何因为主的救恩的福音跟圣灵更新的运动，来带来人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大方向是牧师期待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好好去省思啦。到底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在更新我们？好，那我相信这个方面，如果我们去慢慢去琢磨，你会发现说，未来我们一起侍奉会越服侍越有力量。好，所以我们今天呢，牧师要从五旬节的角度来探讨新约时代，当时候门徒当他们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之后，所带给他们的能力，也影响了整个初代的教会。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稍微认识一下以色列人，他们有3大节期，我们稍微来复习。那如果不懂的，你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那整个的族群跟当时代的背景，我们知道上帝呼召谁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对不对？那当时候就遇到一个叫做上帝要如何从以色列人当中去救他们，免得他们受到灾难，免得他们灭族了。所以呢，上帝透过什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就是这么来的。为什么？因为请他们能够在每一个家里面这个门梁上去画那个羊的血，对不对？然后来辨识，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的火来的时候，不会怎么样杀死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孩子，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逾越节代表的是纪念上帝要教导他的百姓，神要来救你们了，而你们必须要相信，而出来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做这个证明我是属神的，所以神就救了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逾越节代表的是人如何在要即将改变的当中，神要拯救的当中，你愿不愿意相信神要救你？那如果你相信了，你就活；那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就死，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逾越节是上帝在困境当中，因为他要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以前的一个立约的动作。好，第二个在7节，也就是五旬节，也就是收割节。那这个节期在什么时候？这个节期是上帝要赐给以色列百姓丰盛的时候。这个历史背景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后的50天呢。第50天的时候，他们抵达西乃山上。当时候呢，上帝就颁布律法，但是当时候也是小麦收割的时期，所以人们就开始对土地，因为他们离开了嘛，离开原先可以自己怎么进食都很自然。可是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吃从哪里来？他们必须要从他们的耕种，然后收成。所以当时候五旬节，也就是当时候的7节，收割节，也就是纪念上帝供应他们，但是上帝也赐下了律法。所以在进入抵达西乃山的时候，也刚好是收割节，上帝赐下的律法重新教导这些以色列百姓要遵守律法。好，那第3个节期是什么？叫住棚节，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到底住棚节在干嘛？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我们知道他们进入旷野之后是几年？40年哦。他们在40年都是住什么？住在帐篷。所以他们要纪念什么？纪念上帝这40年所赐给他们的平安。在帐篷里面，有时候风吹雨打，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个砖造的房子，所以他们一定会有很多的诉苦。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然后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大自然的灾害，可是神依然保守他们平安。所以上帝透过住棚节是要让人感受到的是上帝与你同在的平安。所以我们知道这3大节期，我们特别要今天来谈一个叫五旬节。五旬节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五旬节刚好就在新约时期，使徒行传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五旬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也是为了要纪念重新上帝选择这一天赐下圣灵律法的时代结束，而要重新进入恩典跟圣灵。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五旬节是上帝当时候他们抵达西乃山的时候，也是上帝透过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可是我刚刚有讲到
为什么上帝特别选定在新约时期的五旬节来圣灵降临下来？所以我刚刚有讲到，是一个旧约时期重新改变的一个时代，就是进入恩典的时代。所以人已经不需要透过律法，不单单是律法，而是透过恩典，是主的恩典。那么我们要知道今天的故事《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是什么时候？耶稣死了没？其实耶稣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好，所以死了以后，门徒他们有很开心就赶快去传福音吗？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如果门徒都四散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人没有能力的时候，是整个拆毁的时候。所以牧师特别今天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当教会要更新的时候，当人在转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领受圣灵所要提醒我们的功课，不单单是律法，而是回到恩典里面。所以圣灵的同在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探讨的。五旬节，当时候的五旬节也是很多神学家在探讨《使徒行传》第2章，当时候就是初代教会的建立。好，我再讲一次，因为圣灵降临了，然后使得许多的门徒开始有能力产生，所以当时候教会的建立就是在那时候才开始。好，所以初代教会在谈的，我们要去谈的是，到底教会有没有圣灵进入人的心中的记号的开始？好，另外一个，五旬节如果成为教会诞生的日子，也就是当时候旧约时代敬拜上帝的模式改变的开始，对吧？因为当时候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可能帐幕，有没有献祭啊，烛坛献祭，那都是一个制式化的。那么重新我们来思考，教会要更新，不也是这样吗？教会要更新，一定是从人的侍奉的形式化来做开始。所以牧师一直都会觉得，教会的侍奉同工的调整，是一个重要必备的关键，因为它是让人不要变成形式化的。你比较适合在这里，你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是形式化的。人如果在侍奉当中没有被圣灵所更新跟充满，那份侍奉会成为什么？形式化的、仪式化的，那对人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左手边，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声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最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当圣灵充满之后，彼得在38节他就讲解给他们，因为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刚刚所看的圣经节之后，就发生了很多信徒、很多门徒就说他们怎么好像酒醉一样，对吧？疯了一样。那之后彼得就解释了。好，我们看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我们一起来读哈。没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彼得他告诉他们：你们个人要悔改。其实彼得他已经开始有能力了，有没有发现？圣灵充满之后，他开始有能力的去传讲神的道哦。他说：你们要悔改，因为我相信他也是在说，他是一个悔改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而且罪得赦免以后，必得怎么样？领受所赐的圣灵。我现在要问各位，我们有没有受洗啊？我们都受洗了。那我要问你有没有领受圣灵啊？就开始会有一些质疑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领受圣灵的人会带出能力的。所以你看后面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为什么基督徒要做见证？不用做见证啊！我觉得这绝对是魔鬼撒旦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彼得他是有做见证的人，他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很弯曲？有啊！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言语、用自己的方法在解读我们所处的环境，但是这不是属神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我们领受神的话，是能够救自己，能够脱离自己所处的世代吧，对吧？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人会在自己所遇到的困难跟问题里面纠缠不清，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会不会？会，所以才会现在有很多的什么忧郁症、躁郁症，好，甚至有很多的症状都是从心里的。早上有一位姐妹，她心里非常难受。我昨天牧师也陪伴他，然后做门徒训练。他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他说：“牧师，我昨天没怎么睡，我感觉到我看到了鬼魂，他觉得有不好的灵在他的身边。”我要告诉各位哦，牧师真的遇到很多信徒，你看他表面是看起来很安全的、很 OK 的，可是在背后他是一直在被不好的灵搅扰。那我要问，如果是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他？当我们基督徒，我们遇到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人，他没有信主，当他在受到许多搅扰的灵、不好的东西在搅扰他的时候，你要怎么帮助他？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说，反正我把他带去找牧师就好了，看起来牧师比较有办法。但是我要问各位，当我在告诉这个姐妹的时候，是让她去处理，还是我帮他处理？对，最好的方式是他也必须要知道有主与他同在，依靠上帝来解决这件事情，对吧？不是牧师牧师没办法，我只能够帮助他理解真理，让他明白怎么走神的真理道路。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教会诞生在五旬节的时候，透过圣灵的降临，带来了几个祝福的工作。第一个，属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不仅帮助了很多的信徒在他们心中，帮助教会，教会得着力量的根源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不用去求去看，你可以去了解。现在是网络媒体的时代。我去看圣歌队，就有圣歌队的粉丝专页，有全台湾各个教会他们圣歌队唱的歌，我都不用去到那边，我就可以听到了。甚至有教会整体的什么直播，我可以从网络搜寻，就可以知道哪一间教会他是怎么敬拜神的。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身为主的仆人，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到底我们有没有能力？我要跟各位讲，《使徒行传》当时候的门徒，在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因为惧怕而隐藏自己。那一天，当他们领受圣灵，他们勇敢地开始传福音了，而且传讲教会的动力已经不是在自己，而是在上帝所赐的。所以我要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能力啊？对，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当你们灵修祷告，当你们听主的道，当你们从神的话语，你们要去思考，到底我有没有靠主有能力来服侍他？好，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嘉欣也准备快要毕业了，对不对？好我记得嘉欣他应该2年级才来到教会，来到我们大桥教会吧？好，1年级以下，对。但是我记得当时候他弹琴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随着那种很自由的摆动，圣灵的那种。一直在跑，好，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他可以预备好了，随时在圣灵的感动当中，随着音符他的感动一直弹奏下去。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自由。
神的能力在那当中帮助到他。信徒会聚集起来，门徒有能力，信徒会聚集起来，会让人相信主啊。所以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每一位门徒，每一位主的仆人，我们都应当要领受圣灵的工作，而让每一个人能够好好的去为主做见证。因为当信徒聚集起来，就会开始形成有信仰、有教导、有团契的能力啊。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小组在一起是单纯的可以吃吃饭聊天吗？不是啊，我们重点在哪里？是能力的提升啊，对吧？所以我们从订便当有没有？从每一个环节，包含我们同工会呼吁牧师要祷告哦，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关键的。从吃饭，从分享，从记账，从每一个环节的关心，都是在塑造每一个人的能力。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都是要教导的。好，所以呢，最后使徒自然他们就会学习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拨饼交接。拨饼是在什么？是传承啊。以前他们就是拨完然后就传给你，一样。我们现在有的能力，我们要学习传承，好，学习传承交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教会为什么需要领受圣灵？因为领受圣灵会得着能力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章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如果你说传福音、做见证很难，难是什么原因？请问，你觉得如果你做见证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是什么？难在哪里？你看新闻就有了。对，没错，没有圣灵所得着的能力。所以基督徒如果信主久久固固，我们要不要求能力？要。好，我记得子安一开始要打鼓我记得他也是很害怕，对不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的心，圣灵就充满你，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当教会若要有健康的发展，我们一定要不仅从圣灵的角度，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怎么样从主的救恩得着了以后，我们要去领受从圣灵来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门徒他在耶稣升天之后10天里，这10天当中，他们并没有立刻出去传福音哦。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就聚集起来做什么事情？不是打鱼，他们同心祷告。所以呢，接下来我牧师要跟各位讲，教会要如何领受圣灵，祷告，对吧？所以教会如果没有祷告，你觉得会有圣灵吗？圣灵一直存在，但是圣灵有没有与你们同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为什么牧师都会鼓励我们教会？为什么事工一直没办法做起来？是因为什么？缺乏祷告。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灵的同在；没有祷告，人就没有能力。所以圣经里面《使徒行传》1章14节说什么？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他们在做的横切祷告，就是在求，因为他们软弱了，他们不足了，但是他们就是透过同心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来了解一下圣灵有几个面向啦圣经里面有谈到圣灵的，圣灵其实就像火一样。马太福音3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谁说的？施洗约翰。好，对不对？施洗约翰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还大。”当时有很多人都很喜欢施洗约翰，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好像是弥赛亚，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弥赛亚，要给他施洗。但是施洗约翰说什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要你们要悔改。就像牧师一样，我也是就像施洗约翰。我用水给你惊洗咧，
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使你归父子圣灵的名，阿门。就这样而已。但实质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人必须要去领受圣灵的火。所以你受洗，让牧师帮你受洗完，不代表你就是领受圣灵的人呢，就跟施洗约翰一样哎。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领受圣灵与火，这个圣灵就像火一样。好，所以什么是火？我们知道火会洁净嘛，对不对？很多战争节目有没有被刺伤了？用火烧一烧，好像它会结，就不会流血了。我们重新得着洁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健康。诗篇第139篇是23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圣灵如火，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隐秘处，好叫让我们学习怎么看清楚我们人生到底有什么样需要破碎的，需要改变的，需要悔改的。好，使徒行传2章第3节也是我们今天有所看到的一段圣经解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所以五旬节里面圣灵降临，这个圣灵就像火一样，它不会毁灭人，但是它会燃起让人讲道、传福音，还有做见证的能力。彼得在我们刚看的32节之后，他就是做这些能力，对吧？他开始做见证、讲道，而且是有能力的哦。因为我们看到是3000多个人信主哦，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牧师不仅要带领各位一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做餐会，我们做布道，我们做每一个工作，你都要去想怎么样帮助这一些参与的人，他们一同领受到主的救恩。好，所以呢，圣灵还有像什么？圣灵是像风一样。好，圣经里面约翰福音3章8节，风随着意思吹。那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圣灵，这是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教导。圣灵像风一样无形无声，但是却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哦，这个风不是混乱的风哦。圣灵的风是怎么样？有他的主权啊，上帝的主权啊，他想吹哪里就哪里啊，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比喻，耶稣这个比喻是在告诉我们领受圣灵的人，不要想说圣灵就是如此，没有，圣灵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要清楚知道。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使徒行传2章2节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所以牧师要鼓励包含子安，我们这些有在带歌未来我们慧君也说，牧师我也可以一起来带领华语礼拜的敬拜。我们要求什么？圣灵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圣灵充满我们的会堂。牧师时常在鼓励教导，其实传统型的长老教会在祷告里面都会很少求一件事情，圣灵充满我们。对，真的真的是如此。所以我们一起来调整看看。另外一个，圣灵是像雨一样。以赛亚书44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神的灵比喻为水，比喻为河，就像雨水一样，会浇灌人的生命，滋润大地一样。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一个土地好像没有水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干什么都没有。可是当水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馨香之气，好像很舒服的感觉就会出现。所以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渴慕圣灵同在，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自由的空气。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其实我们今天所看的《使徒行传》里头，彼得他有曾经引用的一段圣经节，也是约珥书第2章第23节跟28节到32节所说的话。它里面提到，彼得有提到也是约珥先知所提到的。他说：“西安的人民啊，你们要快乐，因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而喜乐，因为他按时降下甘霖，像从前一样
赐给你们秋雨和春雨。什么是秋雨和春雨？为什么上帝要赐下秋雨和春雨？要种地啊！哎，我先讲一下故事好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约珥书，约珥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他活在大概是主前在9到6世纪之间。那书中他在背景当中，因为他们有遇到蝗灾啦、蝗虫灾害，还有干旱的旱灾，然后影响整个的犹大全地。但是上帝对百姓呢，是对他们的罪的审判，但是上帝也救他们，所以透过约珥先知来呼吁这些以色列百姓、犹大的这些百姓，说你们要悔改，只要你们悔改，上帝就会恢复、祝福你们这片土地。所以我要问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是秋雨啊？秋天的雨会怎么样？会越来越冷，对不对？那春天的雨呢？越来越热，是不是？但是有没有代表的是生命的变化？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哦，春雨跟秋雨秋雨跟春雨象征的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也代表的是五旬节，代表的是自然界的一个祝福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在当时候，人民只要发现，你们不要想说秋雨不重要哦。秋雨为什么重要？你知道那个植物它即将要进入冬天，冬天那个土地会很干了。那如果秋天，如果它下雨的时候，它会让进入冬天的植物，它会得到滋润。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冬天、在秋天所种的，我们一般在秋天种的是大部分种什么？种玉米。那冬天大部分都没有什么雨了。可是秋天我们会透过，因为你要种玉米，然后度过冬天，对不对？你就必须要有秋雨的来临，因为秋雨下来以后，人就不需要再去浇水，那它就可以得到滋润成长。那春雨呢，一样，春雨就是收成结果。夏天春天的时候，其实在冬天快结束的时候，芒果树就会开始开花。春天来临，我们知道开花就是代表春天来了，对不对？然后春天来了之后呢，你知道那个芒果树是不是有那个芒果的花？它那个花都有一段时间会干燥，干燥之后就会开始下雨，下大雨，然后把那个干燥的花把它洗掉，最后就留下那1-2颗的果实，所以那就是春雨。所以秋雨跟春雨，实际上它带给大地的都是一种希望、盼望。所以我们要知道，当约珥先知他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上帝赏赐这些春雨跟秋雨，是上帝圣灵的浇灌，亲自要来做改变的工作。那后来最后他在约珥在28节，我们一起来看28节到32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要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有人说月亮要变成血，日头要变黑暗，好像灾难的来临，对吧？但是后面有说什么？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要问各位，不管是教会，不管是你自己本身生活、家庭、病痛，就好像是灾难一样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求告神？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圣经里面所提倡的很重要的概念。神要我们靠着圣灵来成就我们人所无法成就的事。最后我们一起同心来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是圣灵，你赐给我们是在软弱、害怕当中倚靠神，重新得救，得着力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承认自己有许多时候我们对圣灵不灵敏感，
我们心里面有许多刚硬的地方，但我们恳求神再次来敞开我们的心，求你亲自透过圣灵感动我们，翻转我们生命，让我们引导我们能够学习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引导我们做传福音、为主做美好征战的事情。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侍奉你的目标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乃是依靠神救赎的恩典。我们能够侍奉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你，我们更需要谦卑的心，更柔顺的心，更清楚知道自己生命的不足与软弱。我们没有快快的生气，反而更要在神的面前认清自己的罪。求主你继续带领你的仆人，帮助你的仆人在带领大桥教会，我们一起来为主做美好的征战。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领受从圣灵来的呼召跟感动，来为主你做美好的福音工作，传递福音，带领人，让更多需要得救的灵魂来被为主所用。愿神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带领你的教会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日的早上11点到12点。我们下周因为有一个传道人的分享，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是合并礼拜那请大家留意。好，那对，我们下礼拜就9点到10点半，然后我们就一样就结束后，我们就小组，跟上个礼拜一样。好，那我们要。